美美的嘞哦，大智慧制面厂，老板花20万、20-30万请画家，当地的画家大约50岁，哦，画了好多的彩绘、田园风光美景，哦，很多游客都来参观，假日，据说台北啊、新竹的都有搭游览车来这边参观，哦，你看。智慧高啊！哦，已经拍到那个都没有记忆体了，就用录影的。哦，这里还有，绕来绕去好多地方啊！哦，你看，民房的墙壁啊，画那么多彩绘的，你看，那个小黄鸭。黄色小鸭的帆船都有了各式的船都有了，灯塔房子很有创意，美美的了。真美。还有桂花巷你看墙壁上画那么多美丽的图画，很感恩又可以让人家自由拍照、上网使用，真感恩大智慧制面厂，关庙新光村的大智慧制面厂老板，能研究六祖坛经的了请花20-30万请画家画那么多彩绘了，画得很美，好美。